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专心在礼拜中，请将你的手机关机或者调成震动或飞行模式。感谢大家的配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敬拜我们的神。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很开心看见你。”很开心看见你。再告诉他，在神殿中跟你敬拜非常的美好。在神殿中跟你敬拜非常的美好。阿们，阿们。感谢神，我们一起准备好要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先将我们的眼睛闭起来。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对齐在神的坐标上，我们眼光对齐在十字架上。是的，在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2个小时当中，礼拜当中，我们的心单单的只想着耶稣，没有世上的任何的事情能阻挡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所担心的一切事情全部都放下，一切的工作的压力、学业的压力、要开学的压力等等所有的事情、家里的事情，现在完全都放下。我们单单的仰望着上帝，因为当我们越是有一颗清洁的心，越是渴慕的时候，神的灵越能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心里。圣灵，我欢迎你进到我的心里。我们再说：圣灵，我准备好要跟你约会了。圣灵，我准备好要跟你约会了。圣灵，我好爱好爱你。圣灵，我好爱好爱你。我们一下子安静的时间来遇见圣灵，听听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祷告，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毫无保留的将一切敬拜跟赞美都献给神。阿们吗？阿们。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们先向神献上最大荣耀。阿们，阿们。邀请你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要像大卫王一样来赞美神。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因着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
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印证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主的荣耀，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当荣耀作显。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当我欢喜跳舞，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像大卫王，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一起来唱，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一起来宣告，翅膀下，印证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赞美他，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印证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赞美他，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作显。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当我欢喜跳舞，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一起来宣告，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作显。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欢喜跳舞。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当主荣耀作。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当我欢喜跳舞。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一起拍手来赞美神，像大卫王，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喜乐来敬拜神，像大卫王 ，Come on！ 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一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
拜主到永远，阿门吗？阿门，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颂赞的声音充满神的殿，阿门，阿门。
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活着一生就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阿们。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力量，我们心里就充满了平安，就充满了恩典与祝福，这是神所应允给我们的，阿们。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了敬拜你，活着为了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为了敬拜你，活着为了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眼中，喜在今在，永在你处。我爱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荣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活着为了敬拜你，活着为了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为了敬拜你，活着为了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眼中，喜在今在，永在你处。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你心里面真的爱耶稣的，你大声说阿门。阿们，你心里面
真的敬畏这一位耶和华的，你说阿们。阿们。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让耶稣来引导你的道路，来启示你，来掌权你生命的，你大声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道路上面，只有神知道你的下一步，只有神知道你的未来。我们要不要让神来引导我们？阿们。是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我们要连结于神。在这个时刻，弟兄姐妹，牧师要邀请我们要来 RPG 的时间是一个完全让自己进入到那属灵的空间里边，让神来对你说话。我们今天要带球的是，我们来为我们的青少年。昨天他们撼动星球结束，总共有130个年轻人。当我们的同工去为他们预言服事的时候，年轻的孩子他们深受感动，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从神来的恩宠，还有从神来的爱。我们要为青少年来祷告，求神赐福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青少年，特别是基督徒的青少年要越来越多。阿们，阿们，并且要撼动这个世代。阿们，阿们。我们有祷告有意向的时候，就必成全。阿们。如果我们都默默不作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定要有意向，就是要让他们连结于神，成为神的儿女。将来他们要影响这个世代，他要影响你的家族，他也要成为孝顺父母亲的儿女。因为神教导孝顺父母亲是神所喜悦的。阿们。昨天在青少年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喜悦青少年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是每一个部分都要让神喜悦，不论是别人看得到的，别人看不到的，你自己私下的生活都要让神来喜悦。我们为青少年来祷告。阿们吗？阿们。我们两个人的 RPG 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的赞美，然后来带着应许的宣告，哈利路亚。我们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要来 RPG 的结束。哈利路亚！为青少年，青少年就是我们的盼望。青少年要来承接从基督来的遗传，我们要破除青少年过去错误的咒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你的祷告付上代价，必定看到价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的爱。哈利路亚，笑了啦！哈利路亚，笑这个笑了个，哈利路亚，笑这个笑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笑这个哈利路亚，笑这个笑个。哈利路亚，是这个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我们的祷告要叫仇敌都离开这些青少年，离开对他们的诱惑、错误的观念思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那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活着，我也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祷告完的，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活着，我要敬拜你，活着，我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活着，我要
哈利路亚！你也看旁边的人，你对他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爱他，一起来敬拜神。也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是的，主，我们全心敬拜你，我们掏心掏肺就是要敬拜你。天，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手举高，我们一起说：耶稣，我爱你。你自己来对耶稣说，但是是有声音的，至少旁边的人可以听得见，好吗？我们一起来说：1、2、3。耶稣，我爱你。可以讲3次吗？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哈利路亚！说爱永远不嫌多，阿们。你跟旁边，你跟他说，在基督里我也爱你，在基督里我也爱你。哈利路亚！感谢。跟旁边的人说，请坐。感谢神，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Amen 吗 ？Amen。在这个礼拜4到昨天的中午，我们撼动星球为期3天的一个青少年的领袖营会，在这3天当中，有130位的年轻人，9间教会参与在我们的营队当中。那感谢神，透过我们热情的敬拜赞美，让这一群的年轻人经历到一场更不一样、更深层的敬拜，并且透过信息，这些牧师的信息，他们的内容，让青少年再一次对齐我们生命的坐标，对齐在上帝的身上。阿们吗？阿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回顾影片要让大家来欣赏。No matter the season, no matter the time, your love is overflowing in my life. 所以我们在营队当中，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我们当中呢，除了工作坊之外，我们也有整个团队竞赛的游戏。那团队竞赛的游戏也是由我们自己的年轻人所完全策划的内容。那感谢神，透过很多的活动，让每一间教会的年轻人更加的合一。在当中，我们也邀请行道会的青年牧师欧牧师，以及台湾神学院的雅慧教授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让年轻人更知道怎么找到自己价值的命定。那当然也透过我们的潘牧师，让我们更对焦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圣灵的身上，更透过整个营会，让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在明年的7月，我们一样有撼动星球。那欢迎每一个家人，你们身旁如果有任何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加入在我们撼动星球的行列当中。那我们青少年可以先上台。那我们这一次撼动星球呢，我们主题叫做今日领袖，明日撼新人。也就是说，我们今日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已经被培育、被养成为青年世代的领袖。但是我们更深信，在我们参加这个营队结束之后，我们不只留在教会成为领袖，我们也要走到学校，也要影响我们的家人，在世界各地成为撼动世界的关键人物。阿们吗？阿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带给大家我们在营会当中的大会舞。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青少年牧区。
我们为大大小小的孩子掌声加尖叫。这一次我们国小5年级的也加入了哦。大声喊出来！水星100分，流星200分，流星300。我正对其坐标，进入汉新时代。阿们！哇，我们的青少年啊，是喂，我们现在的这一批的孩子，他们都慢慢长大。我们整个营会啊，我们租那个营地1天要6万块。营地所以很大，600平，所以要布置啊，要什么哇，他们都自己来。然后呢，我们的敏智在哪里？哦，他做了2个机器，太空的机器啊，因为很大，所以呢做完了搬去搬回来，不晓得要放在谁的家比较大，所以呢，他们院长就说，这么棒的这个手做的机器啊，然后用那个什么厚纸板，用纸板做的，哇，很大，很像那个就是太空的机器。院长就说留着啦，让我们给其他的人欣赏。太好了，音控啦，他们自己弄；灯控啦，他们自己弄。然后孩子们自己接待，然后他们自己来带领，所以都成为别的教会的分享。因此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神所给他们在永光教会的学习都分赐出去，所以非常非常的棒。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烈掌声。你是服侍同工的，举手一下。服侍同工，服侍同工，大大小小的服侍同工都有哈。他们都很乐意，并且呢，用很长的时间都在这里做道具，所以
我们要大大的支持我们的青少年。明年呢，他们呢参加活动的时候，牧师呢也要来推动，我们有青年主日，让我们来为他们奉献，好不好？阿们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栽培新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对我们的家带来影响，也对这个世代带来影响。阿们吗？我们谢谢我们的青少年，谢谢。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团队同工，育园同工，育园同工有去育园的，有育园参加育园的，请举手一下。有79个同工哦，你们的育园带给很多青少年他们流泪感动，他们真的听见了神对他们说话，所以产生了极大的鼓舞跟信心。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机动队有我们的志豪、志成还有建宏，他们呢这样完全的来载送。好，所以呢，这一些的载送的部分都交给他们，然后我们的传道还有青少年同工，他们就完全专心的在台前服侍，所以整个营会的一个成功顺利，都建立在所有同工的服侍上面。阿们吗？若没有育园服侍，这个营会怎么会算是一个最棒的营会呢？就因为有我们的育园，让整个营会更荣耀神。我们的营会就是要赞美我们的神，荣耀神。再把一次的掌声荣耀归给神，阿们。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圣经攻读到此，愿上帝的话语常在我们心，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请潘牧师主持。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怎么样？重新得力。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们一起重新得力。感谢主，我们在上礼拜呢，我们访韩，那我们的同工他们得着了。今天我们要来邀请几位在这里来为我们见证。当见证的时候，神的应许就进到你的里面。阿们。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神亲自透过他们来对我们说话，也来启示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我们来请青少年的雨桐，我们热烈掌声。大家平安，我是青少年牧区的雨桐。在分享见证前，想先和大家分享一句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这节经文在访韩时时常听见，就和这次大会的主题绝对感谢与复兴一样，改变了许多我内在许多老我的想法。以前我时常会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让我遇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我无法明白的事？我也很常埋怨上帝，根本就不会有要感谢神这样的想法存在，只会一直被为什么而困住。但在第一天晚上的信息当中，牧师提到，我们要改变眼光，不要再去执着于事情的本身，而是要去看见神在当中的保护。很多事情其实可以更糟、更不好，但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还可以呼吸，我们还可以慢慢的把事情去处理好。也更让我明白，真正的信心是在这会动荡的世界当中，我们心中拥有一个不会动荡的国，就是耶稣基督。而这次访谈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操练信心的时刻，就是禁食。原本我还想说，我一定不会成功，因为我还在长大啊，我很容易肚子饿嘛，对。那一定不可能成功的。但真正开始进食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没有我想象来的那么困难，也没有来的那么饿，也觉得应该可以撑得住吧。就这样1餐2餐到了7餐，就这样成功了，感谢主。就如同圣经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知道是上帝的话语使我饱足了 ，Amen。祷告山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纯福音教会进行半宵祷告会，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我看见他们每一位同工都身穿西装，连摄影同工都汗流浃背的穿着西装来服侍。毫无保留的服侍态度，也让我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的生命也要这样来服侍主耶稣 ，Amen。感谢神，让我在这年轻的时刻就可以经历到如此宝贵的时间。回头看这趟旅程中，上帝的恩典真的数不清，而且越数算，你会发现神真的很奇妙，也很伟大。很期待下一次的访谈，深信绝对肯定的感谢与复兴，也必时常与大家同在。谢谢上帝，谢谢大家。雨桐，你什么时候决志献身，要全然的献身给神？2021年。那现在是2026年，所以你的献身给神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要去读神学院。我们要好好的爱这孩子，他家里面爸爸妈妈都还没有信主，只有他一个人来到教会。等他来到教会之后，他就把教会当成是他的家，所有的属灵长辈都是他属灵的父母亲，所以他在教会服侍的态度，那个委身，是他这一次要去韩国，那个钱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爸爸妈妈没有信主，所以要跟他们要钱的确很难，但是他就跟神祷告，神就慢慢的为他预备。弟兄姐妹，我们当神给我们更多的能力的时候，下一代就是我们可以服侍的，我们兴起他们，阿们吗？再一次掌声，谢谢阿童。下一个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黑马新秀，好，来我们的敏智。敏智呢，他之前都非常的少话，所以你今天会听到他见证是神迹啊。他有极大的改变，因为他有一些过程的经历。那这次去到韩国，神真的给他一个极大的跨距的一个跨越。我们来听他的见证。敏智，我们今天的那个机器人在圣经学院的，如果你们要看，你们去圣经学院看，就是敏智他亲手做的。神给他很多的才华，他去到访韩，又有什么样神给他的启示？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来对我们诉说。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声一点，我是敏智。这是我第一次去到祷告山，在那里大家的信心跟盼望都是超出我的认知的。禁食7餐，4点起床排队晨更，一天5场讲道，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禁食7餐的过程中，真的很饿，真的是除了听讲道就是冲回房间睡觉。但在禁食的最后一个敬拜中，我的眼泪就突然流下来，就是我有一个感动，就是神要我和我的家人道歉，就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脾气应该算蛮好的，就是不太会生气，但是我总是把最坏的情绪会带到家里。我想哪里？最坏的脾气带到家里。有时候你们会一人笑笑问我说今天怎么样，但是我就叫你们不要吵，我心情不好，然后就把你们赶出房间。但是你们都对外面人说我脾气很好，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道歉，真的就是很可怕。等一下，但你们是我最信任的人，同时也是我最想修复的关系。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在访谈信息中，我最有印象的是第2天的其中一堂讲道，神给我们的帮助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创世纪18章18章14节中说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都会遇到难题，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做不到。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先有肯定的思想和绝对的信心，然后用信心祷告，神必定会应允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在这个特会里，我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火热，虽然有时候有点吓到，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热情带回台湾，也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多人一起去韩国，一起领受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从来没有哭那么多哈。好你的家人谁在这里？有谁？都在吧。爸爸妈妈在吗？爸爸在吗？爸爸来，爸爸来到前面，爸爸来，快速，我们时间很宝贵，爸爸。他去到韩国。花了那么多钱，只是神跟他说你要跟爸爸道歉。你要怎么说？对不起。好难得啊！感谢主。妈妈呢？来，你也要对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对不起她？对不起。跟我拥抱。感谢主。来，佩恩上来，来快一点，我们的时间宝贵。4个拥抱一起。他要对不起吗？对不起。来，4个拥抱在一起。这真的是值得庆贺跟分享的时刻。爸爸，你过来我这边。来，你过来。以前呢，他们3个是这一国的，那他呢不晓得是哪一个天龙国的，是，所以他的眼光不一样。但是去年12月，爸爸来受洗，而这个就是他们3个人祷告好几年。淑珍，你祷告几年？至少10年哦。至少10年。10年有没有很久？很久。你怎么那么皮呀？感谢主哈，神有他的时刻，所以全家现在淑珍跟牧师分享的说，牧师，我现在好幸福哦。我跟我老公现在都可以常常分享神的爱，因为我有分享神的爱，他们觉得就有共同点，就有共鸣。感谢主，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的，今天这一个，当你看到了，你说这个应许我也要，那么你的丈夫、你的配偶，他很快就要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再一次谢谢他们这全家，谢谢敏次。好，我们淑珍妈妈请留下来。好，那你们就请回座。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请敏智的妈妈，她也去到韩国，然后她也要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呢，她要赶快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就
因为去年家里出事啊，让我负债将近2000万，然后牧师就邀约我晨祷，然后让我经历那个祷告的大能。那之后呢，牧师再约我去韩国参加祷告山的特会，那我就凭信心报名了。当我向慧华干事报名的时候，他说：“敏智也报名了。”那我就回家问儿子说：“啊，你去祷告山都不用跟我讲哦，这么多钱。”他说：“我有信心，妈妈会帮我付钱。”哈利路亚。好了，儿子都报名了，我更笃定我要报名哈。好，那其实去韩国，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工作，因为我做包租代管，如果我没有把房子租出去，一切都是成本这样。但是感谢神，让我在访韩之前就把所有的房子都完租了，对，而且上帝呢，并且送我一个很大的红包，3万6的红包，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哈。对，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要禁食7餐。以前我只要禁食1餐，我就一直看手表，禁食时间到了没？我要赶快吃东西。所以我就觉得禁食7餐真的是没有信心，不敢去那禁食的第1天、第2天，其实我早上都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晨祷之后就好了。但是第3天很奇妙，第3天我整个身体是非常轻盈的，而且也不会饿。然后并且在休息的时间，我还去祷告山到处走走，然后去到处拍照，这样我就觉得好奇妙哦。就是第3天突然就觉得精神特别好。那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很理性的人，我就去买了一本禁食祷告的大能，研究了一下。原来禁食其实是一种信心的操练不仅是这样，而且是身体跟心灵得到洁净。当身体跟心灵得到洁净之后，就很容易得到圣灵的医治。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上面有很多人很多的疾病都得到医治。像有一个就是他长期失眠，但是他居然可以在这个祷告声30个人通铺，每天都睡得非常的安稳。那也有人就是这个关节炎到这个关节都变形了，然后他居然可以站起来自己行走，而且还可以当场跪下来。好，那我2手不明原因酸痛很久也得到了医治，感谢主。好，然后真的是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就是可以到韩国经历这种身心灵奇妙的洗涤。然后我相信用信心祷告，神会为你预备访韩一切的需要。然后这次访韩访韩的这个主题是绝对的感谢与复兴。那过去我的基督信仰就像一般人认为的宗教一样，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者是向神有所求。访韩第1场信息就说，为何我们不懂得感恩？是因为我们一切都觉得可以靠自己，因为我们把上帝当作是满足需要的神，因为我们以为上帝的爱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不就在说过去的我？那当我经历过人生的低谷，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么的软弱，能力这么有限。当我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认罪祷告的时候，神赐下的平安和神迹，才让我真正明白我必须依靠神。神的智慧跟大能远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然后来到鲁伊岛教会就是大家一起赞美，真的很像进入天堂一样。所以我真的觉得弟兄姊妹真的要去经历一下，不然此生你可能会有遗憾好，然后这个通宵祷告，我被圣灵充满。对，我那个整个就是被执事按手之后，我有一股力量冲到我的身体里面来，然后我身体动了起来，也大声说方言。然后我真的那时候我都不敢睁开眼睛，我生怕圣灵离开我，然后圣灵的爱大大的充满我。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有好大的耶稣出现在我的眼前，然后他的四周掉下很多元宝。我想说，哇，神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么爱钱？就神说不，结果元宝变成了钻石。神很幽默的问我说，元宝跟钻石你要选择哪一个？我才明白神要向我说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你。天上的钻石是永恒的，地上的元宝是暂时的。过去我怕家里不足，一直忙碌赚钱，渐渐远离教会，也失去了所有。如今神的提醒让我格外的珍惜，也让我知道我必须反过来先寻求神，神必给我极大的祝福。然后这次的这个访韩的特会，
有很多牧师讲到的内容，都在分享创业负债艰苦的过程，如何经历神的大能，因而翻转得到神极大的祝福。我感觉神好像借着这次的特会，特别为我信心喊话，告诉我孩子不要怕，有我在，让我一次一次感动到泪流满面。5天放下所有的事，禁食祷告，完全浸泡在圣灵当中，被神的话语充满，身心灵经过洗涤，感觉生命就要重新开始。回到台湾，我已经在操练整个特会，不断提醒，依靠神改变思想，用信心不住的祷告，直到蒙神应允，并且心存绝对感谢的心，天天充满喜乐和盼望。谢谢。感谢主的恩典，每一颗的眼泪在神的眼中都化为珍珠，并且上帝差派天使来把这些收回到神的天堂，把它保存起来，因为每一颗眼泪在神的眼中都是珍贵的。感谢主，在信仰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经历，乃是我们愿意付上代价。阿们。当我们愿意付上代价，神一定看重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为他摆上。所以感谢主，把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阿们。好吧，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感谢主，牧师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诗慧跟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从等候到重新得力为题，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一次的恍然圣会对我来讲，我可以说是再一次的领受圣灵的充满跟恩膏的时刻。或许有的人会觉得很疑惑，要祷告，上帝不是无所不在的吗？要祷告在台湾就不行吗？在教会就不行吗？在家里就不行吗？一定要所谓到韩国去到祷告山去，到底是怎么样？牧师就想说这个题目怎么回答呢？我就想说，你觉得你在电影院看同一部的电影，跟在家看同一部电影，感觉是一样的？举手一下。没有，对不对？因为电影院的音响就上千万啊，对不对？和大荧幕，对不对？整个那个震撼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电影，好看的电影会去哪里看？绝对不会用手机看吧？不会。好，你吃牛排，你觉得吃起来比较有感觉的，是在牛排馆，或者我们说是什么？哪一个牛排馆？你觉得你在那个什么，有一个比较好吃的牛排馆，很贵的，教父牛排。你去教父牛排吃一客，或者你在家自己煮一客，你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好的是什么？如果有朋友要请你去教父吃牛排，还是说我煮牛排给你吃，你觉得你要选哪里？对，答案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整个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牧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其实就跟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主日礼拜要到礼拜堂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那是迥然不同的一个情况，同样的意思。如果你说同样是礼拜我在家里都可以，你在家里，我问你，你会穿这样来礼拜吗？你在家里会穿这样化妆的漂漂亮亮的坐在那个沙发，不是坐在那个板凳上，然后看着电视，这样从头到尾都跟着礼拜吗？比较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这里都是付上代价的。你跟隔壁说，我礼拜就是要付上代价，来。
因为我们要预备，对不对？昨天晚上就要想说，礼拜天我几点要起床吃饭，然后行程多久，我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都要有所预备啊，这个是付上代价啊，并且你来这里，你就可以专注的来敬拜神，而且更重要的，神要我们的敬拜不只是跟他连结而已，还要有横向的，就是跟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关怀。所以我们教会的 RPG， 你知道这是极大的祝福哦。有很多教会没有办法在主日礼拜 RPG， 但是我们在教会 RPG 那是最棒的，因为我们彼此关心，也透过我们用祷告来彼此扶持跟祝福，这是极大的一个恩典，是神看为最宝贵的。阿们。因为我们都愿意付上代价，所以感谢主。既然我们有付上代价，那我们就相信神必然大大祝福在我们教会每一场的敬拜当中。所以除非你出国去，除非你真的卧床了没有办法到礼拜堂，若不然的话，你一定要到礼拜堂来礼拜。阿们。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哈。所以礼拜我们说礼拜就是一种，其实就是朝见上帝。朝见上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习一种等候，而且像鹿一般的渴慕溪水般的等候，是因为有所预备的过程，而渴慕这是我们从心里面的这一个动机，就像我需要，我一定要得着。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话，神必然听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赞美，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像柴火一般的，不是单支的，而是一起聚在一起哦。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充满了神的喜乐，那你看我们到韩国去，韩国祷告山就是一个禁食祷告的一个氛围，有那个氛围帮助我们彼此更激励去。你知道吗？3000多人，没有一个是韩国人，都是华人，都是从外国去到那里的，上祷告山去，就是知道要禁食7餐，就是有清楚的目标。所以我们也相信，这是我们要推动明年的访韩盛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跟目的。让我们去到那里被点燃，回来就不一样。所以我敢勇敢的说，永光教会之所以被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跟祝福，跟我们去到韩国一批一批的回来有关系。阿们。这是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那个韩国纯福音教会他们的电视的报道。 제35회 OCCK 아시아 방한성회가 3일부터 닷새 동안 오산리 기도원에서 열렸습니다. 6일 세미나를 인도한 이영훈 목사는 승리하는 신앙생활의 비결을 나눴습니다. 보도에 윤나나 리포터입니다. 세계 각지에서 달려온 중화권 디아스포라 성도들이 절대감사와 부흥이라는 주제 아래 한자리에 모였습니다. 올해 방한성회에는 대만과 싱가포르, 홍콩 등 세계 여러 나라의 중화권 목회자와 성도들이 대거 참석했습니다. 기도원 대성전을 가득 채운 중화권 성도들은 열정적인 찬양으로 성회를 뜨겁게 달궜습니다. 뷸라 콰이어의 빛나는 왕의 왕 등의 중국어 특송이 은혜를 더했고 이어 등단한 이영훈 목사는 중국어로 인사를 전해 큰 환영을 받았습니다. 로마서 8장 28절을 본문으로 설교한 이영훈 목사는 절대 긍정의 생각과 믿음, 기도, 감사라는 4가지 성경적 원리를 적용할 때 삶이 완전히 바뀔 것이라고 강조했습니다. 절대 긍정의 생각, 让我们有一个肯定的思想. 내 생각을 하나님의 말씀으로 바꾸겠다. 그리고 절대 긍정의 믿음, 내가 그 생각을 믿음으로 붙잡고 能够让我用信心来抓住. 거룩한 꿈을 꾸고 我们又有荣耀的梦想 믿음으로 바라보고 用信心仰望. 그다음 절대 긍정의 기도 我们不停止的祷告 기도하는 것입니다. 我们祷告再祷告 응답이 올 때까지 기도하는 것입니다. 直到应许蒙应许成就. 그러고 나서 우리는 넘치는 감사로 나가면 另外我们充满了感谢 기적이 일어납니다. 神迹就会发生. 하나님 축복이 다가옵니다.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
모든 기도의 응답이라고 봅니다. 一切的应许就要来到我们的当中。 기도를 통해서 하나님께 더 가까이 나가시기 바랍니다. 설교 후 이어진 기도 시간에는 한 목소리로 주의 이름을 3번 크게 외쳐부르며 성령 충만과 교회 부흥 그리고 중화권 복음 하루 위해 간절히 기도했습니다. 이어 이영우 목사는 35회 50K 성회 참가자 대표들에게 수료증을 수여하고 격려했습니다. 哇！我觉得访韩盛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属灵的飨宴，也是我每年都可以经历到圣灵充满跟生命突破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我会来想参加晨祷？是因为想要就是属灵上面有想要更好的就是改变跟领受，然后回到我的国家之后，就是会有即将继续这个晨祷的这个属灵生活。 성령의 능력으로 다시 세워진 중화권 교회들이 각자의 삶과 사역의 자리에서 복음의 열매를 맺으며 아시아와 세계 복음화 사역을 힘있게 이어나가길 기대합니다. FTV 뉴스 윤나나입니다. 성회 마지막 날에는 중화권 목회자 초청 만찬회가 열려 성회 감사진과 중화권 목회자, 교회 지도자들이 교제를 나누고 격려하는 시간도 가졌습니다. 이영호 목사는 중화권 부흥의 주역이 될 목회자들에게 절대 감사와 기도를 통한 같은 날 밤 온가족 금요 성령 대망회에는 OCCK 성회 참석자들이 함께 예배드리며 우리 교회의 뜨거운 기도 운동의 전통을 체험했습니다. 이번 성회를 통해 다져진 순복음의 영성으로 새로운 부흥의 역사를 써내려갈 중화권 교회들의 약진을 응원합니다. FTV 뉴스 윤나나입니다. 저희가 준비한 소식 여기까지입니다. 시청해주신 여러분 고맙습니다. 他说下个礼拜再见。是我自己想的，感谢主哈访韩盛会就是点燃烈火的一个时刻这是你我可以一起来参加的哈。OK 今天牧师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读经的进度之一哈。那以赛亚书就是犹大国的先知以赛亚所写的哈。当时候他的国家的情况是在主前720年到680几年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整个当时候的犹大国呢，是表面看起来是好像丰富的，但是其实是内忧外患，因为亚述帝国崛起，并且对他们有极大的威胁并且他们的内部很多的异端邪说都冲击着这一些犹太人他们的耶和华宗教的信仰，而他们自己呢也已经宗教化了，在那个礼拜当中就当作是习惯性动作，这一些也看到整个社会贫富的差距极大，所以当时候神就兴起先知以赛亚来宣告神要刑法，要做刑罚审判的工作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它就让我们可以看见有两大部分有2大部分，就是从第1章到39章在提到审判的预言，然后第2部分就是40章到66章论到的是神将弥赛亚将来和平的预言来实现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是第几章？40章刚好是谈到和平预言的一个开始所以感谢主，我们看环境不管怎么样变迁，极大的困难黑暗是越需要光明的，对不对？那么晚上你起来要去厕所黑麻麻的，你一定会想办法要有一个灯光，即便是很熟悉的环境你还是需要灯，对不对？那我们就相信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宣告，来，环境越黑暗越需要光明，这是我们从这里所看见。所以牧师透过这段经文分2个主题分2段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认识与宣告全能的上帝。先知知道百姓他们内心里面的呐喊是什么，所以先知就回应了这些百姓他们的心声，说雅各雅各当然就是指的是犹太以色列人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神隐藏？以色列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哇！先知知道
他们这一些在困苦艰难的这些百姓，他们向神提出了这些的质疑，然后他回答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阿们。对，他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重新更深的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他是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神。那我们有这位神可依靠，我们还惧谁呢？这是先知不断的在提醒的，不断的在提醒的。所以他说，我们一定要有绝对肯定的信心，相信。阿们。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李永勋牧师就给我们4个主题让我们思考。我用手语就把它记起来了。第一个是什么？绝对肯定的思想。第二个，绝对肯定的信心。第三个，绝对肯定的祷告。第四个，绝对肯定的感谢。有没有记起来？先用手语来。哇！你们去访韩社会回来了，是不是可以记起来？这个成为我们生活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在我们追求这份信仰里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紧抓住的。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哈。所以环境越恶劣，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挑战越大，越难受，但是你就更需要来宣告神的大能。阿们。是的，我们需要哈。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以撒的故事我就跳过了以撒神是给他的是100倍的祝福，你要吗？阿们。对，人家挖水井挖不到，以撒随便挖都有，所以你在挖那个元宝吗？不，以撒挖的是什么？钻石呢？真的是超厉害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神必给我们，现在给我们必是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长生。阿们。对，好不好？我们举手，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全心信了靠上帝，唯有阿们。你相信吗？相信就把它紧抓住。阿们。对，感谢主对，好，第二个牧师来谈到的就是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诗人就这样的宣告，以赛亚先知就这样宣告神的大能大力以后，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限的，是软弱的。阿们。对，所以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这是人的情况，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当那等候耶和华的，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很特别先知以赛亚在形容一个人的这个过程，好像跟我们理解不太一样，对不对？跟我们理解有落差。我们都会先走路才会跑，对不对？哪有人出生就会跑的？有吗？先学走路才会跑。那飞呢？会只是飞吗？会飞吗？那只是想象吧，对不对？但是先知会如此讲，是有他从神来所领受的。他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的处境里面，凡等候神的都能够重新得力。阿们。意思就是说，当你展示上腾的日子，而那等候神的人，就像老鹰可以安然的飞翔，不会遇到大风浪，以至于让他不能够勇敢的往前。
当你可以奔跑的日子，那等候神的人就持续的能够奔跑而不困倦。当你可以行走的时候，你依靠神的人，你就可以安稳的行走在神的道上。阿们。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哦。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等候神奇妙的作为。阿们。我们一起跟隔壁说，不要靠自己，要等候神奇妙的作为。赞好像在对自己讲都比较小声，跟隔壁讲都会比较大声哈。没关系哈。那牧师就想到，论到等候，是谁最有耐心等候？你觉得谁？谁最有耐心等候？你吗？你觉得你有耐心的举手一下。OK， 你们都那么没有耐心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耐心的举手一下。OK， 好，放下。哇，这个功课可能我要说1年哦。从这个礼拜开始到明年的这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我都讲等候。耐心等候，这个是要学习的功课，不容易哦。其实我们越资深的，更需要不断的去学习这个部分。谁最有耐心等候？是我们的上帝呢，对不对？我们的天父他是最有耐心等候的。耶稣说的比喻不是就是这样吗？一个慈爱的父亲倚在门外，在等候谁？等候那个不孝子呢，对不对？那个把他的家好，我还是有办法的。感谢主哈。对，神是不断在等候我们的，因为他的特质里面有一个叫做怜悯，这是牧师读神学院写论文的主题啊。如果你写这个，也可以成为当牧师。好，等候怜悯是一次再一次的，一次再一次的，等你回头，神就饶恕你，一次再一次的，这是神的等候。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4章。来，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不，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对，54章第10节。对，诗人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103篇第8节。对，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时时刻刻在等候我们。但问题是，你要让神等多久？你要让神等多久？也许你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你觉得那是小事的，你说神啊，没关系，这让我来。但是神依然在等你哦，神依然在等你回头，跟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我把这个小困难交你手中，因为你能够成就的大过我的手。神依然在等你哦。你自己想想看，有哪一件事情你还让耶稣在等你？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想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学习一个完全交托的。你跟隔壁说，交托给主吧，不要再让耶稣等你了。来，对，我们要交托，全然的交托，勇敢的交托，因为他就是爱我们的神。我感谢主，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刚好是我蒙召的一个经文。这一段经文不但影响我的一生，也影响我的婚姻跟家庭跟服事。包括神带领我们来到永光教会已经超过26年了，以及未来可能
会超过30年、40年都可能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跟我们一起建造属神喜悦的教会，基础源头都是跟这一段经文有关系。那棒不棒？你要听这个故事吗？因为这故事跟我们都有关系，要不要听？话说40年前，牧师我在耕耘会，就是保利达 B 所设立的耕耘会，他属下有八个乐团在做音乐布道，南部只有一团叫做新生命声乐团。那当时我在那里服侍，那个时间我记得清清楚楚。1987年12月31号，已经有出生的举手一下了。OK， 感谢主，已经活在世上的。OK， 好。我就被派去凤山车站去接我们一位南省的团员的学妹，要去接她来我们乐团，她要来参观乐团她期待。我们期待他也能够来乐团一起服侍，因为他神学院毕业了哈。那我只知道几个信息，第一个，他是穿的一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大衣，是风衣的红色的大红色哦。他头发留得长长的，对，就这样子。然后怎么办呢？怎么知道是哪一位呢？如果有2个出现怎么办？我可以一个提问，就是你是如梅姐的学妹吗？她如果说是，就请上车。然后这位漂亮的小姐在我眼中看见漂亮，对，我就请她上车。她侧眼看到我，第一个礼貌性的问我是：你是原住民吗？你是哪一组的？然后对这位我也礼貌上的回答说：你说我是哪一组的？他就说你看起来应该是周组的。我说你超厉害的，我真的是周组的。他哇，真的啊！我说我还有身份证给你印证，超厉害对不对？他超厉害对不对？因为身份证里面。我就是周组的，因为我姓周，周信荣这样，超厉害不用害怕，可以要遇到这个不容易哦，你不要紧张哦，不用紧张，那他很会弹钢琴，然后我弹贝斯，那我们8团里面，他们就觉得说我真的是绝配哦，这个是当时。我们的圣乐团，中间的那个站着那个是林耀辉牧师，他是保利达 B 耕耘会的董事长他在他的手下有8团的乐团，你看我们当时候是7位，对不对？我们的配备可以到8位哦，那你知道吗？在蹲下去的中间的那一位帅哥，那个是团长。那好像不是我嘛，对不对？然后呢，今天穿红色的那个，就是我当时候遇见的那一位。你们有认识他？我不晓得了那1988年10月的时候，我们有退休会去花莲，然后就这位团员就跟我在个人分享的时候，他就鼓励我说：哇，团长，你这么的喜悦服侍神的话，而且你有恩赐，所以你应该可以进到神学院去，造就以后你更可以全心的、专心的来服侍神。他这一席话，我把它记在心里。2年后，我们有机会到美国的南加州去巡回的布道。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到南加州去。那我们就在9月12，在伯特利的祷告院，我们静默退休2天。那是当时候我照相的对，1990年，对不对？那个有写联合灵修会有没有？那是帅哥的我因为到神的圣殿要脱鞋，所以我就脱鞋了，有没有？那
9月13号早上，我6点就起来，然后1个多小时的个人的浸泡灵修。那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对未来的道路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我知道我如果要放下这一切不容易，主啊，就求你按着你的心意，今天显明你的旨意。”我一翻开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40章，我从头到了不断的重复读，不断的重复读，我真的泪流满面。我知道那是基督的爱跟十字架的爱激励我，圣灵感动我。我就在那个时候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放下一切，进入到神学院受装备，要把自己全然献身给你，即便我必须要付上代价的，这是性命，我都甘心乐意。我甘之如饴的，我愿意被主你所使用。”这就是我决志要服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我的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雅各啊，我都把它加上信荣啊；以色列啊，我都给它写成周信荣啊。你知道吗？你们要看我的圣经吗？好，给你们看。右边的那是比较当时候的圣经，左边的这是我1个月前又买了一本圣经，我还是把它这个写在里面，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对我的家，对我的后代，都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感谢主哦，真的是神就这样呼召我哈。所以在那年的圣诞节呢，我就跟这位绝配结婚了，他叫做潘成勉。你们认识吗？我超爱他的，没办法。这是神给我一生最棒的礼物哈。对，所以所以自从当兵以后，我回来，我本来是做钢琴调音的哦。我本来是做钢琴调音的哦。我设定我的人生就是可以修理钢琴、卖乐器，因为我会很多乐器嘛，我家里都预备好了，让我有家就是在那个天祥一路大马路哈，所以我可以在那里来经营我的事业哦。但是我毅然的，因为神借着一个女子的感动呼召我也自己遇见了这位神，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这些放下来。所以从当兵以后，我真的学习一样等候的功课。阿们。等候的功课，到如今我还是在学习这一份的功课，而这一些我都可以做见证了。这张相片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来永光教会，我封墓的那一天，我们照的相片，有一个帅帅的小男孩，有没有？甜甜的小女孩，有没有？这就是牧师整个一路走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的领受，我亲自知道，我就紧抓住这个神的应许跟祝福到如今。这是大家可以成为一样，可以成为我的见证人的，对不对？感谢主，这是最棒的哈。所以牧师的领受是，你在信仰跟圣灵里，你可以合一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阿们。一定绝对是好的事情，因为在神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在神的手中没有困难的事情。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如果2027年访韩盛会是你找到你命定的关键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决定？你可以预备哦，还有1年的时间，不到1年了，因为明年是7月，还有10个月的时间。年轻人，一天多少钱？100块钱，存100块钱，
明年的7月就可以去访韩盛会，遇见神，遇见神为你所命定的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牧师还是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许许多多人的见证已经如云彩般的围绕我们。那你还不信吗？你还不愿意摆上吗？上个礼拜牧师说的，1年365天，为神摆上5天又怎么样？那是祝福啊，那是神跟你最亲密的时刻啊。也许那是旷野，但是旷野就是蜜月期喽。对，饿着肚子，睡不怎么舒适，一定比家里还不舒适吧？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是遇见神的机会，我们就应该紧抓住。阿们。张汉岳牧师，听说我礼拜天因为那个影片是他传给我的，我说我礼拜天可以放吗？他说可以啊，但是你们要宣告，明年你们要两部车来。我就说阿们，阿们，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一起跟隔壁说来，明年我们一起去访韩盛会，经历神迹来。感谢主哈，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我们一起来读，超过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再一次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2节，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份感动，化为祝福的行动。神的恩典、祝福就在前头为我们预留。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赞美他，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果你觉得你还有哪一点在让耶稣等候的，是不是你应该交托出来了？是不是应该交出来的时刻了？好不好？为你自己学习一个等候的功课，也看见神的等候，让你能够更亲近神来祷告，好不好？把自己再次交给神，因为神爱你，神不断在等候你，神要你更亲近他，神要你更真诚的敬拜他，神要你把所有的都奉献给他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光彩荣耀。阿们。我们开口，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开始为自己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爱我们，谢谢你，你等候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任何的处境里面，让我们等候，知道主你必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疲倦的时候，你必加给我们信心，你必给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作为，必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预备。主啊，感谢你，每一个都是属于你所爱的。主啊，把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哈利路亚。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他配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请起立。
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轮传道主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告诉你旁边人，跟他说，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敬拜神。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今天的经文。下面中间黑色的，来，预备起。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以赛亚书48章17节，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关心我们这周的消息。昨天就是我们撼动星球的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们结束了。那我们撼动星球这次总共有9间教会参加，120位青少年。那我们永光呢有56位参加，而且有5个新朋友。感谢神，我们将荣耀都归给神。那这2周我们都有访韩团队的见证分享。也期待明年我们有像周牧师所说的，我们有2台游览车，就是要将近80个人一起来访韩，阿们。好，在今天下午呢，礼拜过后，我们有细胞小组铁三角的领袖训练会。那请有报名的就到副堂来用餐，然后我们就再回来主堂这边进行训练会。好，那本周六接下来的星期六呢，就是我们的22期生命更新营会闪亮登场。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形容更新营，感谢主，让我们在有报名的学员在8点半的时候到4楼报到，然后记得携带你们的会前的读本。好，那今天同样礼拜后呢，有信仰培育奖励金的审核会议，请委员们来出席。好，接下来也是星期六的时间，有这个职场宣教的这个分享见证大会。那我们当天有参加的同工呢，就11点半直接到这个地点。好，我们自己来看。好，那9月27号是我们的圣礼典还有会员合会，我们的2合1的联合礼拜。那如果还没报名受洗的，或是想委身转籍进来成为永光家人的，欢迎你们可以来报名受洗或转籍。那截止日期是在9月23号，请向我们的慧华干事来报名。好，肩膀提名，我们继续用掌声来看这些名单，感谢神。好，下一页，很棒，我们的青少年，感谢主。我们相信，无论神将这些青少年带到哪里去，那个地方就要成为应许之地。阿们，阿们。他们在那边要继续为主发光发热，然后也别忘了每周都要回来永光教会来聚会。好，我们办公室的公告，即日起呢，我们4楼全面一律都穿鞋子进去，不再脱鞋。那我们也继续保持这个空间的干净整洁。那有私人的东西，请尽快清理。好，好，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好，第一位陈滋润弟兄在哪边呢？好，我们给他掌声欢迎。住在中和连城路，还蛮近的，可以骑车、走路、坐公车过来。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下一位有这个是无求宝宝，是宝宝对不对？然后在我们当中是昌卫，第一次来，我们掌声鼓励，哇！是昌卫跟艾琳的小孩，好可爱。哇，感谢主！我们很欢迎，我们自产的新家人，感谢主。好哦，对，可以快点来受洗，9月底就可以报名了，对，小儿洗礼。好，接下来是人邦执事带来的新朋友，是陈耕宽弟兄，在哪边呢？平安，你好。也住在中和很近，欢迎你可以跟人邦哥常常来到我们当中来聚会，很欢迎你。还有陈鑫介绍人陶永伟长老，陈鑫，对，明贤的以前我们明贤执事的2儿子，对，明贤是以前我们的陈天成弟兄的孙啊，对不对？对。所以明显以前在鹅木当老师，是他是我们的执事啊，这是他的小孩陈鑫，哇，非常欢迎陈鑫，感谢主。
欢迎你们。好，我们刚刚的这些新的朋友们，我们迎宾团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所以请你们原地起立，拿起你们的行李。那我们拿起你们的行李，没错。行李，因为刚去汉溪回来。迎宾团队会接待你们。好，那我们其他人也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我们喜乐来唱，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彼此祝福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请我们主任牧师周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愿全能的上帝，他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愿全能的上帝，他大能的膀臂扶持我们。让我们经历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他的同在，并且让我们定睛仰望他，看见圣灵的引导，也看见这救恩的美妙，活出喜乐，活出神一切的福分，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平安。愿神祝我们每天的脚步。阿们，请坐。阿们。还有一个牧师，还有一个要让你们看的，我这个领带漂不漂亮？这是我结婚那一天的领带。